Hello，你哋平時去超市買嘢會唔會有張固定嘅購物清單㗎？我有啊，即刻 share 惠康有咩好買先。首先係番茄，佢哋嘅番茄又紅又大，熟到啱啱好，一包都只係10蚊，價錢分分鐘平過街市啊！仲有各款菇類，尤其係呢個雜菌菇包，唔知煮咩嘅時候買翻一包落鑊快炒就食得，簡單方便又好味。我好早已經發現惠康推出咗5蚊精選蔬菜，日日款式唔同，白菜、菜心、小棠菜、油麥菜等等，不過要睇你咩時段去，越遲去就梗係俾人揀晒啦。想煲湯但懶得去街市，呢度有湯料包，材料切好晒。我試過南瓜、栗子同埋椰子海底椰都係正嘅。盒裝豆腐儲存期耐啲，雪櫃長期都有備貨。通常邊隻平就買邊隻。今日嘅幸運兒係煎炸釀豆腐啊，仲有大家大讚嘅爆漿豆腐，我未試過㗎，試過好食再同大家 share。最後仲有懶人煮飯必備嘅冷凍蒜頭，一包500克，份量勁多，可以用好耐，只係19蚊。真係超抵買。